台南市政府当咧推动特色公园开500万，伫咧北区的文苑公园打造一个全台湾上界大的溜索仔游戏场。不过，才开始使用1礼拜尔，就发现讲这索仔互人破坏，已经成封锁暂停使用。经过调查，发现讲是真侪人做伙溜索仔，家长也甲这围查坐歹去，还有家长就爱教囡仔正确的使用方式。 在哩款型轨道游戏的器具顶面，顺着坡道滚落去，紧张又搁刺激，唔但囡仔会当坐，就连大人都会当做伙耍。无人推行，自然动力增进，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。不过近期，煞有民众恶意来后爸母，就是这款2个人同时徛起哩的动作，造成轨道拢袂顺，就连边仔的锁仔嘛遭受到破坏。不当的使用方式，嘛互当地民众是害头。我捌看伊用倒的，用躺着，来到遮，来到遮，你是毋是伊搁知影爬起来？对。哦，无你也无爬起来，咱这即摆斜坡起来，你是毋是迄弄个头壳？我来讲有够白目的。它被破坏掉了，再下一个小朋友再去使用，那是不是一定会有危险在？就是那些规则都还是要看啊。 台南市是开了500万打造北区文苑公园轨道的游戏场，19号拄啊开放启用，短短无到5天就出问题，管理单位是赶紧封闭来抢修。 2个人或是3个人就掉上去了啊！但是这个虽然我们这个公园的游戏场载具可以承受150公斤，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啊。但是是考虑到小朋友的安全，其实在公众立场是不会啦，我们是站在宣导的立场。那这样也许就会造成一些上面的一些损坏跟磨损，会比较严重。 启用破坏了后，管理单位基于安全考量，是暂时封闭、全面检修。目前是已经恢复开放，并且针对民众使用的情形加强防护措施，并且真实过失败，摆印嘛定为固定的检修日，盼望家长互相提醒，并且指导囡仔正确的使用方式，爱护器材。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。